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分享一款花茶，佢嘅功效唔單止可以美容養顏，仲可以幫助我哋舒緩壓力、提升正能量同埋改善視力。呢款茶就叫做玫瑰花排毒茶。同大家介紹材料啊！材料有玫瑰花1湯匙、黃菊2湯匙、紅棗5粒、杞子1湯匙。首先我哋用清水浸一浸啲杞子先，浸佢大概15分鐘就可以㗎喇。杞子唔單止可以滋補肝腎，仲可以抗衰老。紅棗要去核，去咗核之後我哋將佢切絲。咁紅棗有咩營養價值嘅呢？紅棗可以幫我哋補血安神同埋提高能量。平時我哋喉嚨痛都會買啲菊花茶嚟飲，嗰啲就叫做黃菊啦。咁黃菊嘅作用可以幫我哋清肝明目、改善視力、減少眼睛嘅疲勞，仲可以消炎抗氧化。佢含有豐富嘅抗氧化劑，可以能夠抵抗自由基，減少我哋身體發熱，可以有抗衰老嘅作用。咁黃菊同埋啲紅棗，我哋用清水略略沖一沖水就可以噶啦。跟住我哋煲1升半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將菊花同埋紅棗放咗落去煲先。另外我哋可以放埋浸好咗嘅杞子，一次過擺落去煲。菊花、紅棗同杞子都一次過放咗落去煲，我哋用中細火煲佢10分鐘啦。啲花茶唔好理佢，由得佢煲一煲先。同大家分享玫瑰花嘅益處啊！啲顏色咁鮮豔嘅玫瑰花唔單止可以美容養顏，仲可以幫我哋疏肝排毒，舒緩我哋嘅情緒，對於減輕壓力同埋焦慮好有幫助㗎。仲可以幫我哋促進血液循環，改善皮膚嘅膚色。佢配搭埋紅棗一齊嚟沖茶嚟飲，可以有補血同埋養顏嘅作用。啲菊花茶話咁快煲咗10分鐘，呢個時候我哋可以放埋啲玫瑰花落去，冚埋個蓋，跟住熄火焗佢5分鐘。焗完5分鐘就已經聞到陣陣嘅玫瑰花味，清幽撲鼻。玫瑰花排毒茶話咁快就完成啦。等我試下先，未飲就已經聞到好香嘅玫瑰花味。唔錯，玫瑰花再加咗啲黃菊味，好清香，甜甜地，好好味，好適合大家日常飲用，可以放鬆身心。聽中醫師講，唔單止玫瑰花可以幫我哋疏肝排毒、減少鬱結，仲可以預防抑鬱症。如果大家都喜歡呢類型嘅影片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